南大内的山野，今年因为天气影响，结果产量大减7成。公所甲农业局配合启动补助的机制，要帮助农民把伤害降到上低。今年因为气候的关系，和各地山的产量拢差真济。伫台南大内种山的农友表示讲，今年甲旧年比较起来，差不多只剩3成尔。然后寒害造成早花的部分那个结果率不良。然后第二个就是晚花的部分，刚好遇到3月份的那个买雨毛毛细雨。因为2月份的寒害，再加上落雨，才互今年山的产量差遮济。公所嘛配合农业局甲相关的单位，开始办理补助申请的工作。咱迄个农委会嘛，就咱这改良种迄个芒果列入农损的一个栽损补助目前作业已经完成大内因为土质的关系，种出来山啊，毋若芳开足，而且口感甲其他地区无啥共款。虽然讲无像玉井等等大产区遐有名，也毋过食过消费者拢学咯。我是陈雅玲，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开启小铃铛，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